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11月5日嘅香港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全球股市真係幾慘淡㗎，日經指數跌咗2.5%，韓國股市仲犀利，跌咗2.84%，我哋港股嘅恒生科技指數都跟住跌咗0.56%啦。成個市場嘅成交額仲縮水得好緊要，由之前嘅2萬幾億跌到得返1.93萬億，睇嚟投資者個個都抱住觀望態度，唔係好敢入市啊。講到板塊表現呢，科技股今日真係幾傷價，尤其係啲 AI 相關股份，就算美股啲 AI 巨頭互相落單，資金都係唔多買賬，反而係啲資源股同建築股有啲睇頭，好似中國中冶咁，早段升咗0.43%，贛鋒鋰業都升超過6%，市場覺得佢哋啲礦產資源有得重新估值咁話。點解今日個市會咁弱呢？主要係美元強勢咗好多，美匯指數最新報100.13，但較昨日微跌0.08%，不過仍然企喺高位，搞到非美貨幣同埋股票估值都受壓。仲有呢，市場估緊聯儲局12月會唔會減息，依家睇落減25點子嘅機會率得67%左右，唔係好確定㗎。加上人行今日做咗7000億逆回購操作，想放水俾市場，但似乎大家都仲係有啲擔心流動性問題。展望下聽日啦，今晚美國會公布 ADP 就業數據同埋服務業 PMI， 呢啲數據好可能會影響聯儲局嘅減息決定。高盛同摩根士丹利啲大佬都出聲警告，話未來1年全球股市可能跌超過1成，所以各位投資朋友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，唔好太進取啊！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